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明，今日要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上大条这个消息。咱看到讲，美国上尾一只军机要自阿富汗离开，嘛代表讲美国上长的这个战争已经来结束。咱看到讲，塔利班政权竟然是开枪哦来庆祝，拿咧放烟火共款吼。塔利班这个发言人穆加希伊讲啥？即阵国家已经完全来独立啊吼！因这个国家或者是阿富汗伊斯兰首长国，咱过去嘛有讨论过。咱嘛看讲，有人话讲啊，这个拜登哦撤离，咱讲阿富汗真正无够水亏。所以美国前总统川普安怎讲？伊讲拜登这个做法吼，绝对是这个史上上界动荡的吼。啊嘛，因为这回这个事件吼，唔那是这个美国国内、美国国外吼，拢总有一寡这个质疑的声音来出现。但是吼，这其实拢是会影响到规个国际秩序，全面会来重新来分配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因为这件代志，美国国务卿和中国外交部长有一寡这个对话，非常的这个重要。安怎看咧？咱先来看讲美国讲啥，爱对话啦吼，嘛是爱讲确保到这个阿富汗的这个领土，袂当变成恐怖攻击。咱讲适当的这个所在，也是讲避风港吼，这是非常重要的所在。大家真惊讲哇，恐怖攻击，亲像咱讲喀布尔机场这件代志啦吼，就是这个 ISIS-K 吼所发动的啦。另外，咱们看到讲中国这嘛有所惊吓吼，因讲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伊是讲，各方都有必要爱和这个塔利班进行着这个接触，积极来去引导，但是这个积极来去引导。中共的意思是啥物吼？今日咱透过节目，咱就要好好来看讲，这回美国自家来撤离了后，对全球的这秩序安怎来分配？先来邀请节目顶三位来宾，第一位邀请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教授你好，大家乡亲平安。第二位，咱们邀请中东政治经济学专家刘东正。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台湾国际法会副秘书长林定辉。阿明好，大家好。首先，咱们先带大家来看讲吼，美国伫遮真正上尾一只军机已经撤离开啊吼，嘛代表讲上长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但是结束真正才是一个吼全球秩序的重新分配开始啦吼。首先，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新闻片段。Thanks, John.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m here to announce the completion of our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In the end of the military mission to evacuate American citizens, third country nationals, and vulnerable Afghans. The last C-17 lifted off from Hamid Karz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August 30th this afternoon at 3:29 p.m. East Coast time. And the last manned aircraft is now clearing the airspace above Afghanistan. 过去几天敌军行动，大家拢伫咧注意是毋是有法度伫咧期限进前全部拢撤出。国家离达喀布尔自杀炸弹攻击，国家增加无确定性，而且又该处理恐怖攻击。Tonight's withdrawal signifies both the end of the military component of the evacuation, but also the end of the nearly 20-year mission that began in Afghanistan shortly after September 11th, 2001. It's a mission that brought Osama bin Laden to a just end, along with many of his al-Qaeda co-conspirators. 麦肯锡讲，这项任务的代价是2461位美国军人也个公民死亡，超过2万人受伤，也包括顶礼拜和 ISIS 自杀攻击里死亡的13位美国军人。Every single U.S. service member is now out of Afghanistan. I can say that with 100% certainty. 麦肯锡讲，伫最后一天的撤离班机，拢无美国公民上飞机，真有可能1个人留伫咧阿富汗。美国一直到最后1个伫咧找人，就伫美军全面撤出的时阵，喀布尔市区传来一阵一阵的庆声。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真有可能是塔利班伫咧庆祝。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是咱看讲吼，9/11 9/11攻击了后，美军来到这个阿富汗这个地区啦上长的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对拜登来讲，哇，国内嘛敢骂，国际嘛敢骂啦首先，咱来看讲美国伫这回这个表现代表什么意义？先来请教林教授。咱看去伊这8月中以前哦，这个拜登的外交政策，大家都娱乐不管是这个甲过去这个川普无共款多边主义，甲欧洲的国家、甲日本、韩国，所以大家都看好的情形，但是这个8月中，咱看伊这个阿富汗的情势局势逆转，
局势逆转到8月底，本来是撤军截止的时间以前，就看到这个塔利班已经会当来掌握规个这个阿富汗，所以伊的混乱情报诶无正确，个撤军一寡经过这个媒体的报道，这个阿富汗战者人有想要离开这个国家，所以美国的领导的地位，拜登总统以美国本身也是国际都受到足大邀约啊，吼，所以佮看到咱另外一边就是中国利用这个时间，以这个国际顶悬，就是讲其他的国家敢会像阿富汗共款，所以拜登爱个有足济的说服，讲以色列台湾唔是阿富汗，反正讲韩国甲台湾遇到这个问题，会用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5条，会当来集体的防卫，所以对拜登总统这个外交政策，有足大的影响但是实质上，伊本来就是要撤军，撤军就是川普一寡战略，伊继续，但是伊战术的执行，有足大的问题，足大的问题，所以欧洲的国家就开始来思考，这个美国是不是会当受到信任？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要脱离阿富汗，唔是拜登任内决定的。咱讲吼，上长这个战争已经经历几啊任这个总统其实伫咧前总统 Trump 的时阵，早就和塔利班咧做一寡咧交涉但是就是无够水开，才会互人质疑啦但是这是对着美国这个声音来去看，就讲这个外交政策可能会受到这个挑战。但是咱讲到对国际这个秩序嘛，要重新来分配。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塔利班即阵真正是咧开枪来庆祝这代表啥物？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中东的这个专家啦尤其咱嘛讲可能有一寡这个恐怖攻击会搁再起啦但是咱先来看讲塔利班庆祝因搁咧写历史，这代表啥物咧？塔利班他这一次他其实是整个对美国、对欧洲国家其实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大胜利。那20年来美国花了这么多钱，我们统计美国的布朗大学的统计，差不多花了2.3兆。那美金。那当然真正花在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的话是9970万美金。那还有再加上其他的建设这一些东西，加起来这么多。那我们看到美国为什么会这么快想撤军？其实最主要4任总统从2001年到2021年，每一个总统都想从这里面撤出来。那为什么拜登敢？其实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容许他再继续留军人在那边，因为美国到今年年底的话，它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30兆美金。那你现在当然这个撤退行动，大家看出来是非常非常失败的一个撤退行动，没有好好的计划。可是如果可能过5年、10年以后，美国人民再回头来看的话，可能他们觉得拜登帮他们省了非常多的钱。因为阿富汗在过去20年来，美国花了这么多钱，帮他们建立了军队，可是这军队根本不能打。因为当你一个国家65%的人都是文盲，找不到工作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他能够找到工作就是去当兵。可是你给的薪水如此低的时候，当塔利班打过来的时候，塔利班是有一个宗教思想的，不然他们不会在2001年的时候被美国打败，遁入山区，生活这么辛苦，到处被人家打的状况之下，他可以存活20年。这个东西就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那塔利班回来以后，一个麻烦是，塔利班如果说大家还相信他在8月15号还没打进喀布尔之前所做的所有承诺的话，请大家回头去看看1996年的时候，他打进那个喀布尔的时候，当时候他也是在94年开始打进边界，从巴基斯坦打回阿富汗边界的时候，他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是照顾农民的，照顾穷人的。那盖了很多医院。
那也让那个农夫的孩子可以免费去上学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阿富汗人反而是比较站在塔利班这一边。OK， 那相对于军阀这一些贪污腐败，因为军阀就是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被推翻，而且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国家，所以就造成每一个民族都是各自拥兵为政。所以当你起来的时候，他当然想尽办法先捞钱先赢。那美国在这个20年的过程中间，其实他也等于是分化了整个阿富汗，他去培植所谓的北方势力。那北方势力它其实只有占人民9%的少数民族，所以就造成这些少数民族为了要拿到自己的好处，会跟美国合作。那美国也用这种方式去操控他们。所以在这里面，阿富汗是一个非常复杂混乱，而且各个国家那个都想上下其手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今天他一撤，其实我们来说，以未来10年、20年，可能美国的人民会说，那拜登撤得对，那只是他的方式没有好好的计划。那可是接着下来，我们会看到阿富汗的状况只会往越陷落，而且越回到中世纪的一个状况来走。OK， 这阿富汗的这个未来吼，可能就是真正会行回头路啦吼。其实头拄啊，教授嘛有讲到，真济种的这个做法啦吼，也是讲真济这多民族的这部分，美国过去这20年来，安怎跟因合作？其实有的人吼，就是美国是看准因有的这个民族啦吼，民族性就是较腐败，伊才有法度去甲操控啦吼。其实这操控的这中间，所以这回才会当看到讲，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政府。高岗之内都是去用这个攻陷嘛吼，这嘛是一大重点。就是过去你会当操控这个人，但是因的这个个性，就是较安尼使人的吼。但是伫遮嘛看得出来，因其实是真腐败的一个做法啦、作为啦。另外，咱佮继续佮回转来讲到美国也好，也是讲这个阿富汗未来安怎行中国是一大这个因素尤其咱看到讲，这通电话到底有啥物用意咱当然看到讲，这个布林肯迄当阵讲哇，实在是头痛。安怎头听？伊讲这回这个特例已经这个脱离因过去的这个思想真正是无按算到一个状况。但是其实咱看到讲，中国外交部长伫遮，伊有一寡这个底线甲这个清单啦但是咱即阵先过来请教丁辉兄啦咱看到讲，伫美国布林肯看到这回合议这个电话上大的意义是啥物咧？我先讲讲美军即届。离开阿富汗我感觉是拢无丢度的是安怎讲咧？本身来讲，伊本来计划时间是伫8月31嘛，结果8月30就来全部拢砍少起来所以代表讲，伊美军来讲希望离开遮上愈紧愈好啦对拜登来讲我看过伊早奥巴马的回忆录内底其实有写到其实伊早的将军拢想要。征兵阿富汗但是唯一反对就是拜登所以你拜登伊为2002年迄阵虽然进前是支持小布希总统的你出兵阿富汗，但是后壁咧根本就是拢反对讲增加伫这个军事预算，还是讲军人伫阿富汗的出现所以其实我认为伊的立场是一致的是无问题即摆就是讲要来收煞的问题嘛大概伊做来收煞的部分其实做了无水气嘛，这是大家批评的。但是对美国人来讲其实应该是支持拜登这后壁这处理阿富汗的问题伊早像伊拉克、像叙利亚、像这个利比亚这些问题，其实讲起来，对美国人来讲，因的纳税人的钱嘛这钱要等伫阿富汗，对伊来讲，佫死遐侪人着，其实来讲袂好嘛。过来就是阿富汗这个民选的政府结果扶不起了阿斗嘛。进前2008年的时阵，拜登做副总统的时阵，去这个所在，甲因的民选政府经过一番的辩论过其实伊回来就灰心的就 disappointed。所以变做讲，伊本来讲伊是上了解阿富汗的状况的所以即摆来讲离开是拄啊好呢，我是感觉拄啊好。即摆的问题就是讲过来就是要来处理后壁阿富汗的问题但是伊即摆塔利班甲 ISK 的问题即摆迄阵就是讲塔利班要进入
capital 卡布尔的时阵吼，结果甲 ISK 有发生过一寡迄种的火力的迄个设计啊，吼，修正啊吼。结果你看法国啊吼，伊军机啊吼，伊伫迄阵啊顶礼拜一的时阵吼，伊要起飞的时阵，又放迄个热焰弹吼。佢本身来讲可能去有 ISK 锁定啊。是。啊，结果你看8月23号迄天吼，是美国的中情局的局长吼，到卡布尔去见塔利班哦。结果8月26号就有 ISK 的用爆炸，是这个第一个爆炸事件就发生伫卡布尔，所以 ISK 就是认为讲。你塔利班根本就是美国人的走狗嘛，啊，所以比如讲，你哪会去跟美国人和谈的？伊8月23号中情局开什么意思？哦，个想看嘛，你塔利班这领导阶层内对至少有4个人吼，伊早是伫关达纳摩关过8年哦，这8年内底是毋是美国人有甲吸收，还是讲有做什么代志，我唔知啦吼。但是哦，我感觉塔利班甲美国人之间有一寡默契可循，当然我没有证据，无法度安尼讲啦吼。只是讲吼，因为这代志足复杂的吼，因即摆美国人可能搁要支持北方联盟来对付塔利班，所以塔利班到底有法度完全执政无吼？即个我感觉是拍一个问号。啊，但是伊卡着吼王毅的意思就是讲，你中国人是不是嘛爱伫遮负起一点仔责任嘛？你中国人是不是爱出一寡钱啊？伫遮吼，你作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等到阿富汗的代志你唔免处理哦。所以比如说讲王毅甲伊讲的时阵，本身来讲，王毅就足惊塔利班甲因的迄新疆迄边啊维吾尔族的问题嘛吼。啊，即马。伊如果若中国人搁等钱落，你想看卖？如果若中国人等钱落，要去起一寡“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阵，伊家是毋是爱搁做伊个安全防御啊？所以变做这是变做中国的负担啦。哦，啊那安尼来讲，这拄好我感觉是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哈。是安尼讲，因为你讲若中国的专注力如果伫遮会搁加较多啊哈。虽然讲大家讲伊的影响力会搁较大，但是咧。伊本身来讲，伊其实无遐侪能力讲，伫全世界所有的所在拢会点火啊，是安怎？所以我要去东海、伫南海即个所在，伊是毋是变做伊会搁较第一啦，就是钱的问题嘛，钱的问题，结果较侪等伫阿富汗，那你后摆你的钱的部分，你是毋是等伫东海甲南海搁较少一点点嘛？吼，所以我感觉就是有一个战略转移的即个概念伫内底啊，所以我才会讲。这招吼，对于拜登来讲，其实嘛是高招啦，哈，只是讲伊是做了无法水亏啊，哈。但是你仔细搁较想看卖哈，这对美国来讲，长远来讲 ，long term 来讲哈，是有利益的。是，一旦就是讲吼，我脱离了吼阿富汗吼，美国伊的这个红字吼，这个财政红字会当较减轻一寡，啊，另外佫会当吼制衡啊，制衡中国的这个力头，中海啊，这个东海也好，南海这个异地吼，这个医生的这个分配可能嘛要拨一寡钱来甲中东这个所在吼，这稳的这个做法吼，拜登来讲虽然是无够水亏，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也是袂歹吼，这是丁辉教授的这个建议啦吼。另外，咱佫倒来请教吼，咱的这个林教授，咱看到讲这通电话吼，其实咱头拄讲着有清单也好，有底线也好啦。对中国来讲，伊其实嘛是要做一寡这个交换吼，尤其可能台湾问题伫内底嘛，敢是安尼？这个3条底线，就是其中就是讲到。中国的主权，中国的主权一定是甲香港啊、台湾有关系，不过，美国甲中国的问题足济，虽然讲有清单差不多要将近30点嘛，啊，因本身不管台湾有台湾还是无台湾，本身就足大这个无共款的所在，是，所以这个王毅甲这个布林肯的电话内底，我感觉上重要就是讲，美国爱好好来思考，安怎来对待这个塔利班新的政府。OK， 这个新的政府有足济问题，财政的问题，啊，一寡这个精英的流失，啊个内底有足济经济的问题，啊，这个东西有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甲澳洲，啊，中国。做伙来帮忙，所以伊的稳定，足重要。但是即马美国甲中国有一个共款的立场啊，当然反对这个恐怖主义啊，以及阿富汗内底恐怖主义。是，还是讲以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我真啊，变成一个新的威胁。这个威胁唔惊对美国呢，而且问题是对中国。是，还是讲这个
ISIS，伊的威胁哪来哪大，伊会吸收美国以这个印太战略内底的注意力，一寡资源。是，当然对待这个恐怖主义，甲对待这个东海、南海是完全无共款。OK， 所以咱阮若知影就是讲，美国袂讲永远都无甲这个塔利班政权。不管是外交承认，还是讲经济援助，但是爱有足侪条件。这个塔利班政权，这后盖以这联合国的地位，甲其他国家的地位，甚至慢慢会受到，比如讲这个土耳其，土耳其的表示讲要来信任这个塔利班政权，所以以这信任的过程内底，美国的力量，中国的角色，和这个。塔利班政权会当对国际社会有较侪的承诺，是。我讲，所以因这两个国家慢慢会变做安那来考虑这个阿富汗有这个塔利班政权起来以后，这寡国际。有影，当然头拄啊，这个丁辉教授有讲到可能美国甲这个塔利班有一寡这个关系但是这个讲袂清楚啦但是这个可能有一寡过去和平谈判这个部分，和其他内底咱讲头拄啊真济无共款的这组织，看了是目睭红啦而且咱嘛看了讲哇，真正你若是无对因较强硬变做是咱讲的是和平谈判这个部分，所以有人都有意见啦亲像咱讲的这个要撤离的时阵，伫咧喀布这个 airport 这个机场遮嘛发生着这个恐怖攻击这个事件嘛代表什么意思咱先做来看这个片段。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 进前伫咧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动自杀炸弹攻击，夺走13个美军，也有170个阿富汗人的性命。美军紧紧的回应，自备透过无人机拍死一个 IS 的成员。美国国防部指出，自杀炸弹期间有一个人爆炸，敢若发生伫咧机场附近的艾比门。I can confirm for you that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second explosion at or near the Baron Hotel. That it was one suicide bomber. Terror attack in Kabul is likely, and they are taking maximum force protection measures at the Kabul airport and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with our forces as a result. 接落来，美国中央司令部29证实，透过无人机空袭，成功拍到一只甲恐怖组织 ISIS-K 有关的车，车爆炸2解，显示车内底有真侪会爆炸的物件。It was 5 p.m. when I heard a sound and then another loud sound. I ran to the neighbor's house, and when I entered, I saw that a rocket had hit the vehicle. 但是美军无顾虑骑家甲百姓就发动攻击，嘛引起真侪争议。根据 CNN 将也消息，有一家火啊9个人伫咧这场空袭行动当中不幸过往，其中包括6个囡仔，上细汉的查某囡仔敢若2岁。中央司令部上新的声明表示，也无清楚事发的过程，等咧进一步调查。若真正有无辜的伤亡，会感觉非常的悲痛。من به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یک راکت آمد دوز بی خانواده خورد 6 نفر 5 نفر شهید دادن همین دیگه گفتنی است عزیز یاد نیست جگرخون هستیم美国总统拜登29前往德拉瓦州多佛空军基地，亲身迎接伫咧阿富汗因为恐怖攻击殉职的美军的遗体。伊嘛是美国第4个去接阿富汗阵亡将士回国的总统。阿富汗因为各国退出情势震动，发生车31号早搁翕到喀布尔机场附近，一直咧庆乌烟。CNN 引用无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讲现场射出无机火箭，伤亡人数不明，真有可能是 ISIS-K 所做的，但是也无法度确定。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美国要撤离阿富汗政权咱讲这个塔利班政权要起来但是即阵佫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做 ISIS-K 啦因叫做啥呼罗珊伊斯兰帝国啦咱看到讲这个部分过去就是伫咧伊朗也好东北部还是这个阿富汗这段意思是这个太阳之地啦但是这个塔利班就起来，为什么这 ISIS-K 佫要发动这个恐怖攻击？咱先佫请教这个丁伟教授。因本身是讲一个教派无毋对就虚拟教派啦但是呢，本身来讲，伊认为讲塔利班是背叛因的教派伊甲美国人有一寡妥协所以变做讲 ISIS-K 的问题，就是讲认为讲咱应该行更加激进的，甲美国的排除在外。但是因的主张基本上嘛是无啥共款，因为 ISIS-K 来讲其实甲其他的国家的 IS
想要串联在一起，吼，对不对？变做讲统治一个规个伊斯兰国安尼，伊斯兰世界哦。但是对塔利班来讲，伊甲阿富汗就好啊，哦，外个跟沙特阿拉伯啊，讲其他国家是伊朗啊，其他国家。但是你看讲吼，伊 IS 会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贫穷。哦，较善家的所在哦，较有可能出现 IS 的这个所在。你看伫伊拉克、伫叙利亚拢是安尼状况哦。但是近前来讲吼，这个叙利亚、伊拉克、俄罗斯处理啊差不多啊吼。但是这边家吼，变做讲伊其实这个 ISK 甲基本的 IS 的认知来讲，其实伊是一个小部分的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来尔吼。啊，即摆就是讲美国人伊展现出来，你看伊即个用忍者飞弹啦吼，廉价忍者飞弹吼，这来处理吼，啊，伊就是进前伫抬过迄个伊朗的军头吼，迄个苏莱曼尼哦，嘛是用这招的哦，所以伊基本上美国人就是咧甲你讲，我是有能力去做这个代志，甲你除掉的，但是问题是讲今仔日。阿富汗的代志唔是我的代志，伊是内政问题，你家己都要去处理嘛。啊，你今仔日我嘛，互你时间啊，20年的时间啊，你爱有民主的政权出来，结果你根本你境内的问题你家己无法度处理啊。我想让美国人不过来帮你处理这代志，所以唔是讲美国人无情啊，是讲这是内战问题啦。吼，那若是内战问题，今仔日无唔对 ，IS 是恐怖主义，对美国人来讲，就是恐怖主义，要去打击恐怖主义，这无问题。所以展现伊的军事实力，互你看，讲我有法度去处理这代志，但是我就是歪全部去处理这代志。哦，啊，这内底佫有啥物政治上的考虑，我是唔知啦。但是就是讲，伫塔利班来讲啦，吼，伊内底要后摆要处理 IS 的问题，要处理盖达组织的问题，佮处理北方联盟的问题。所以头拄刘老师有讲啊，就讲内底会乱啊。哦，乱的时阵要安怎？佮救美国嘛？哦，佮要救美国啊？大家拢会去救美国啊！因为第一，你摕到钱了，你就是去买武器嘛。买武器你为俄罗斯买，啊无你是为美国这个所在提供武器啊。啊，你看以早美国人嘛是提供叙利亚民兵的武器啊，嘛提供迄个利比亚一寡民兵组织的武器啊。所以有人讲美国是全世界的动乱来源啦，这是嘛无讲无唔对啦。但是问题是，你若摕到钱，你就是安尼。但是头拄有讲啊，讲足侪钱的部分是去互美国冻结伫 IMF 佮冻结伫美国的境内啊，因为阿富汗其实国家财产伫外口是足多的吼。即摆包含亚投行内底嘛有阿富汗的钱哦。即摆就是讲，伊这塔利班如果若无去互因信任哦，伫国际法面顶，就比如讲伊无法度摕到迄个钱，伊无法度依照政府继承哦的方式去摕到这些钱的时阵，伊要安怎？所以塔利班就会去妥协。所以人讲一开始的时阵，塔利班整个讲伊就温驯的，伊会应该大家妥协吼。后壁来讲就无一定啊吼，因为你若摕到钱就完蛋啦，伊摕到钱就去买武器来壮大自己嘛吼。所以这个角来看就是讲，伊美国人即摆就是讲展现你若是恐怖主义，我要都去处理，但是呢，你塔利班政权你都要家己去好好处理。伊有一个已经甲塔利班，我认为有一个妥协的空间伫内底啊，但是后摆安怎行，继续看落去。是啦吼，这场大戏吼，其实。安尼看起来是残忍，但是有人讲是精彩吼，精彩就是讲未来这个布局对阿富汗政权吼本身，也是讲这个塔利班吼这个部分，也是讲这 ISK 啦吼。咱讲是安尼遮尔复杂咧，头拄啊吼丁伟教授其实讲着吼，这个塔利班其实就是要伫阿富汗尔，但是亲像讲较激进的吼这个部分吼。咱讲到这个 ISK 啦吼，其实因上大这个部分，就是讲认定家己是为正统这个伊斯兰教义这个奉行者吼，这代表什么？能够继续请教专家。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来看这两个组织，塔利班跟 IS 都是谁训练出来的？其实我们如果回溯的话，塔利班是79年的时候，那个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美国 CIA 在巴基斯坦训练出来的，而且刚开始只有800个人。那它的财务来源是沙烏地政府支持，而且请宾拉登当募款专员，募到的款给那个 CIA 去训练塔利班。所以塔利班跟美国其实一直有所谓的。之前的合作关系 ，OK， 要不是2001年的911的话，美国其实从1996年到2001年塔利班控制阿富汗的时候，美国也没有反对塔利班的控制，也没有反对塔利班对女权，就是女生不准上班、不准上课的任何的异议 ，OK，
好，那我们如果回头来看 ，IS 是谁训练的？IS 的发源是因为当时候那个阿拉伯之春以后，其实当时候在叙利亚有超过10万个所谓组织反阿萨德政权。那阿萨德政权，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它是什叶派。那什叶派的时候是伊朗在后面的政治跟经济的援助，所以当时候是你只要愿意反什叶派的阿萨德的话，美国 CIA 也训练 IS，那沙烏地也给钱，所以你会看到这2个好像都是系出同门，可是没有想到 IS 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他竟然宣布说他要成立伊斯兰国，而且他的国土疆界包含今天中国的新疆，到那个欧洲的当时的西班牙，那还有包含非洲，所以这个东西就造成当时候出钱的沙烏地阿拉伯、阿酋大公国、卡达这些国家的国王会害怕说哪一天你也会把我推翻。OK， 所以就造成现在后来开始 IS 不受大家的欢迎。那不受大家欢迎的时候，呼罗珊这个地方是早期所谓的伊朗、阿富汗跟巴基斯坦这块地方的统称。那其实呼罗珊的 IS 跟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 IS 是不一样的。可是呼罗珊的那个 IS 他们是认同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那个 IS 的统治者叫做巴格达迪，他的理念，所以他就是说我效忠于你。那现在对那个呼罗珊的那个 IS 来说，他们认为你塔利班你的政治目标只是阿富汗而已，我的政治目标是整个以前伊斯兰帝国，所以我要成立大一统的伊斯兰帝国。所以我们看到，当塔利班打进喀布尔的时候，唯一没有庆贺塔利班的其实是呼罗珊这个团体。所以之后我们会看到，那个这2个团体会互相为了争夺控制权，会有更多的战争。而且在这里面，你其他国家那个 IS 在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还是有，可是它是被压抑的。好，所以这个目前是阿富汗，因为最弱、最动乱，所以呼罗珊最有机会。所以我们会看到之后的这个状况会越来越严重。那还有另外一个盖达组织。盖达组织也会从阿富汗再重新回来。所以美国或者欧洲人所有的噩梦，其实因为美国这次的撤军，全部我们都会在我们历史上面看到一件一件的在翻回来在我们面前。是，有影吼，咱头拄讲到这个盖达吼组织吼，就是过去这个奥斯曼宾拉登吼，伊的这个组织吼，过去咱讲塔利班。伊就是美国要入来时阵，叫伊交出来宾拉登但是伊就是袂交买手才派兵入来到这个阿富汗这个地区，一大就是20栋啦现在咱讲这个美国退离了后，咱讲佫有这个 ISK 佫咱讲发动这个恐怖主义，就像头拄这个专家所讲的伊吸收的真济毋但干那要阿富汗这个所在同款伫咧伊斯兰运动也好，逊尼派还佫有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战术啦甚至咱讲中国东北。这个东 Turkestan 这个部分的这个党员，伊拢要这个吸收，要完成的这大业，就是咱讲真正伊斯兰教义的这个奉行者啦所以中国伫遮咱头都有讲过，伊嘛是真惊遐讲哇，这个咱讲维族的这个部分可能嘛有一寡动作。继续请教林教授。美国是将这个东土耳其斯坦这个组织本来是恐怖主义组织，把它解除。这个对于中国来讲，伊反对这个政策。每一个国家都有无共款这个组织的名单但是对中国来讲，这个新疆这个问题是中国上大的一种威胁。另外一种对中国来讲，就是讲中国以这个阿富汗，伊的扮演的角色是。一定要比以前更较重要。这个问题是，这个拜登政府伊希望中国会安尼做。
对拜登政府来讲，就是讲中国你本身你爱投入一寡资源，你来协助这个阿富汗这个经济稳定。是啊，唔通当时做这种，咱就搭便车，啊，互美国、欧洲的国家，啊，有差不多20档牺牲战争，啊，中国以及阿富汗有这“一带一路”，啊，这个不管是稀土一寡这矿产，啊，当时甲其他的国家较无共款的做法，即希望中国要有较济这个责任的分担。啊，对于中国来讲，就是讲，有足济啊，我讲伊是利用阿富汗这个经济来对美国画帕拉克。对，就是讲一直拢将这个焦点嘛，焦点都放于这个拜登政府，安那来处理这个国际的经济啊，阿富汗安那来处理一寡伊好的朋友啊，就是讲这个心理战是这媒体战，媒体战争是，伊即届内底，咱会当足清楚，就是看到中国有好啊利用，就是讲一面批评美国，一面批评拜登，个另外一面个希望讲美国你袂使安尼就走，因为若共款爱个有即个较积极正面一寡角色的扮演。是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美国的即个角色内底。因为伊的这个无水亏，虽然咱头拄讲有可能是伊一种较长期来讲是一种 win-win 双赢的这做法，但是就是这回中国嘛看准你就是无水亏，我就会当开始发动一寡媒体战也好，大内宣、大外宣，拢会当去做一寡这个美国负面的这个宣传伫咧啦而且咱过来回顾一下这个恐怖攻击，咱头拄讲到 ISIS-K 发动这个攻击，美军嘛发动这个无人机啦另外，虽然甲这个恐怖攻击的人甲断死，但是咧嘛是有一寡这个兵民咱讲佫有这个囡仔人来去死亡上细汉的敢若2岁啦所以伫美国总统咱看美国这个角色啦伊讲下令去战这个 ISIS-K 啦因为这个自杀领导战甲这个实施啦会互这个恐怖分子付出着的代价啦另外就讲到这个美国这个 McKenzie 伊安怎讲美军。已经完成啊！咱讲看到8月30这个部分超过12万的人离开掉这个喀布尔，但是还佫有一寡人找无法度等于到这个美国啦甚至就讲咱讲未来有一寡这个难民，媒体有咧暗算，讲伫咧年底遮啦，可能上少有50万人这个这个难民会换世界来去被咱讲流动啦但是这嘛是引发到这个塔利班政权，还是讲其他国家另外一种想法。咱有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阿富汗撤离行动各国积极赶伫期限内撤出人员。今麦法国甲英国已经决定，要向联合国提议伫喀布尔设立安全区，互人道主义撤离行动继续进行。Un projet que nous allons continuer de porter. Je pense que c'est totalement réalisable. Le travail de la France et de l'ensemble de ses partenaires est très clairement de tout faire pour assurer la sécurité des opérations humanitaires. 不过，这项提议和塔利班否决。塔利班发言人强调，8月31日了后，持有有效文件阿富汗公民拢会当自由旅行，所以无必要成立安全区。目前外界对塔利班街头外面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也直接冲击阿富汗境内人。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伫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了后，国外捐款减少，若状况继续恶化，医疗体系随时崩盘。另外，塔利班也召开会议，呼吁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重新回国工作单位。佮答应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情况，恢复高等教育，同时予女性也受教权。邦基国科索沃机场111名阿富汗难民，大部分是女性甲囡仔，赶着行李行至停机坪，一落机就先量体温，sau来将暂时住伫离首都普里斯丁纳40公里的美军基地附近。We wanted to make them all just not feel welcome, but most of all to feel safe after the horror that they have been going through. 科索沃政府甲美国大城协议关系做过境国家收容2000名阿富汗难民，未来几天也会有邦机陆续到遮。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有影咱看到讲吼，这个军机一机安尼载吼，一帮机安尼载，其实真侪难民。啊，其实咱头拄嘛看到讲，真侪拢是女性吼，难民尤其女性这个部分，咱继续搁请教这个专家啦吼，安怎看咧？尤其咱过去就讲吼，这个塔利班对女性的这个部分，真正吼无平等啦，唔单无平等尔，亲像头拄因讲教育就好，男女袂当合班，啊，这是也算小代志吼。对女性安怎处残？继续请教专家。其实如果说我们看到1994年塔利班刚打进那个阿富汗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宣布女性不准上班上课。他是到1996年的时候，真正控制了他那个喀布尔或者阿富汗整个国家以后，他才忽然下令女性不准上班上课。OK。所以在这个有一个电影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金球奖的《少女奥赛马》，他就真实的呈现当时候，因为塔利班当时候规定说，你女生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家里的男性陪同。那他们家就很惨的是，兄弟跟丈夫因为去打苏联的战争，都战死在沙场。结果妈妈是医护人员，结果塔利班不准让她去上班。那女儿只有一个女儿，最后那个女儿是剪掉头发变成男生才可以去到市场去打工。那这个东西其实在阿富汗其实伊斯兰不是这样的规定。OK。那只是塔利班他们的认知受到，当时候1979年沙烏地去帮他的时候，他除了给金钱上面的帮助，沙烏地把他们本国里面最保守伊斯兰里面最保守的瓦哈比教派的理念，他们认为说现在的世道这么乱，应该要回到13世纪，男生在外面，女生主内。OK。那你女生不用需要受到太多的教育。那所以，而且在这里面，他们的立法如果说根据伊斯兰法的话，是最高的宗教领袖有决定权。所以那个决定权其实会因为你的宗教领袖的思考，他的判别有很大的差异性。那我们在8月15号的时候就听到塔利班第一次国际记者会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不会去限制女生的受教权和工作权。那我当时就觉得说，塔利班又在骗人。OK。因为以塔利班的历史，你如果去翻看它的历史，你如果真的遵从伊斯兰教的话，你不可以那个拐卖妇女、儿童，你不可以那个绑架，你不可以去那个种植毒品，去买卖毒品，这些东西，塔利班从2001年到2021年全部都做了。所以你怎么可以相信塔利班在8月15号说的话？而且他8月15号说的话，在没多久的第2次的国际新闻会议里面，他就说我们现在希望女生先暂时留在家里。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塔利班现在刚刚那个教授在讲的是，他需要国际上面的认可。OK。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冻结了阿富汗政府90亿美金在国外的资产。那我们看到阿富汗政府1年的财政预算需要110亿。OK。那塔利班在过去以卖毒品、种毒品、运毒品、绑架人、勒索，还有从苏联给的钱、俄罗斯给的钱，还有中东这些海湾国家，包含沙烏地、阿酋大公国、卡达这些商人，私下给他的钱，他1年有达到16亿美金的收入。可是你如果真的要统治一个国家，你需要110亿的时候，你还欠那么多钱。所以现在美国跟德国前一阵子已经说了，你如果塔利班不让女生工作或者上学的话，我就会冻结你所有的经济援助。所以现在我们在看的，塔利班只怕你冻结他的钱而已。OK。那你如果说冻结他的钱，他当时候在美国认为说他们没有办法完全撤出所有人在8月31号之前撤出的话，
塔利班当时就说，我们就是8月31号就是会关机场。OK， 他其实做的方式就是我要让你西方来跟我谈判。哦，所以你要给我多少钱？因为以110亿，我们看到110亿的那个什么财政预算的话，80%全部都是西方的捐献。所以塔利班到时候还是需要西方国家给他财政支持。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塔利班整个控制了以后，他当然一开始的状况说啊，我们会让女生有自由，有怎么样可以上学上班。我们可以接下来继续看，以2001年到2021年塔利班的种种作为来说。我觉得不可相信塔利班的任何承诺。是，所以咱看来讲，塔利班吼过去这个记录真歹啦吼，所以伊过去做的吼这个承诺可能拢一跳票啦吼。啊，其实伊安尼宣布，可能就是咱头拄讲的 Michael Money Talks 啦吼。继续咱过来讲到吼，这个其他国家吼，若是要甲断金元吼，断金元这个部分真正则可能伊才较惊吓啦吼。啊，但是尾手嘛有一寡这个承认的这个问题，尤其咱看来讲，塔利班即阵吼掌握到这个政权啊，其他吼，尤其这个 G7 吼，这个工业国，这个国家安怎来看吼，这个政权的这个部分吼，尤其咱先来看就讲吼，意大利总理安尼讲吼，过去吼，这个特军的这个行动吼，同款嘛是这个欧盟军事防御的这个防御的吼，一个吼真重要这个转折的这个部分吼。法国总统马克龙伊安尼讲吼，法国部长和国防部长拢已经去到这个吼阿拉伯吼，要将这个难民吼再往这个海湾这区吼，当然这是处理掉这个难民的这个问题。另外，加拿大总理吼，伊是安尼讲要接收到2万阿富汗的这个难民，然后另外日本首相。伊人跟共款嘛是派军机要撤离吼，因为这个侨胞。另外咧，嘛要互这个阿富汗伫咧日本停留和工作的吼，这个会当来到5冬这个时间遮尔久啦吼。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伊来讲，伊讲话要安置有资格吼得到难民地位这个阿富汗的这个人吼，要尽美国上重要这个责任啦吼。同款是这个难民问题，他对啊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拢总有一个建议吼，伫咧吼喀布机场内底吼设立一个咱讲安全区啦吼，啊甚至都讲吼收到难民这部分，但是阿富汗政权就甲你讲无，我即马就是不爱互你设。但是恁看到咱看来讲吼，即回这个代志啦吼，代表讲阿富汗还是讲这个咱讲塔利班，伊其实嘛是跳票的这个部分，拄遮都当看得出来。20冬前甲20冬后。这个塔利班，我相信啦，应该有一个变化。OK， 吼，啊，一个变化就是讲，按你讲过去20冬，吼，前10冬是，就是2011年，这个5月，吼，是这个宾拉登，是，吼，被刺杀，吼，啊，这阵都还是奥巴马总统，是，啊，个10冬以后，就是5月，今年的5月，就是美国。甲其他欧洲的国家开始来撤军，为5月开始。是，但是本来是要撤到8月31号，唔知讲吼，这塔利班啊，除了这塔利班以外，爱去看这阿富汗本身的军队啊。我看足大阿富汗本身的军队，以这个整个一个战争内底，我感伊无付出家己本身应该。家己国家家己来保护的责任，吼，啊，所以互美国甲其他国家，吼，都有足大受到这个形象的打击，吼。但是阮爱知影就是讲，美国原来是到今仔日，大概是所有的国家内底，会晓这个巴基斯坦还是阿富汗的这个语言上这国家，吼。较早我捌听过讲，吼，因可能讲这中文是即几冬，吼，较早会晓讲即个阿富汗语，甲因为你有驻军嘛，有这样20冬，吼，你爱了解伊的文化语言，吼，所以即个 G7 即个国家，吼，即7个国家内底，个即个联合国的国际难民总署，吼，大家都爱处理即个难民即个问题，吼，就是讲伊即部分。咱看见这中国当然是较无共款啦，吼，中国惊就是讲这个被波及到嘛，吼，但是这 G7，过来爱讨论的就是讲，因前礼拜8月20有讨论啦，吼，都要讨论一礼拜，要安那来对待这个塔利班政权？对塔利班政权来讲，
伊的新的领袖，到即马大家都还未看到伊的真面目啊，吼，啊，但是已经有一个人，吼，这个人是这宗教学者，是，一个法官，吼，叫做阿凤，达达，是，吼，差不多60岁的人，吼，非常是宗教法律，吼，的一个专家，啊，这个省长，这个阿富汗本身的省长30几个已经刚剩一个，差不多32个姓。完全都是任命啦，吼，所以慢慢有一个政府会来出现，但是以这个过程内底，对 G7 甲美国来讲，即马是上好的时间，全部压力以这个塔利班的政权，因为这塔利班政权有需要国际的承认，有需要国际的援助，所以还能讲这 G7 还是美国吼，会当利用这时间好好来甲这塔利班来谈判，和塔利班会当做一寡改变。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吼，这个议题吼，为虾米会遐尔来大家这样关注吼？其实牵涉到真济这个层面来去讲吼。有人嘛讲到吼，参像这个咱讲军事的这个再平衡，也是讲国际秩序的这个再平衡，拢是吼，咱讲影响到未来可能正10年，甚至到50年这样长久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嘛好好来看讲吼，这回啦吼，有人讲过去吼，这个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这咱过去有讨论过吼，但是这句话是唔对吼。但是咱伫遮嘛会当去学习到吼，伫咧吼安全的这个时阵吼，咱台湾嘛是要好好来去警示着讲，咱对方抑个这中国吼，这个歹处比歹朋友吼。9月15吼，咱即阵就是要开始，就是一寡这个汉光演习啊吼。其实咱讲汉光演习9月15的时阵，佫有一个咱讲吼万安演习啊吼，这是军民合作的这个部分，这嘛是互咱提起着一寡这个思考这部分。咱伫咧平常时拢讲哇无代志。但是真正拄到这个战争的时阵，咱来安怎去一寡这个战争战略的这个考量，尤其咱搁要讲到啊，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这个部分吼，今仔日吼，咱看到讲有一个论坛吼，邀请到咱讲前这个联合国这个 Kelly Craft， 伊讲啥啦？请爱记得吼，台湾关系吼，牵涉到这个甲美国这个安全吼。美国国家这个命运吼，若是无台湾，就亲像失去太平洋共款。若是讲美国是太平洋国家，袂当向这个共产主义吼中国交出着这咱的命运吼。尤其伊佫讲到这个环球时报，过去就是用这个议题来去贴台湾吼。咱佫来请吼这个专家啦吼，安怎看讲 Kelly Craft 讲的这句话吼，安怎来去做一寡这个转析？其实我们在看说阿富汗的那个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救他？是因为救他有什么用？如果以国际现实来说的话，阿富汗一个国家这么穷困，而且你要投入这么多资源，我相信之后中国也不会愿意投入这么多资源在阿富汗身上。那反观台湾的话，现在其实是全世界的晶圆，科技这方面，车用的那个晶圆片，其实。全世界是需要台湾的。OK， 在这个方面上面，全世界在目前是不可能放弃台湾，因为他放弃台湾，他的所有的自己的所谓的 IC 工业啊、车子的产业，这个他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以国际现势就事论事来说的话，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你应该去想想，我们台湾可以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思考，我们能够让自己更强大，让全世界都需要我们的时候，你就不用去思考说人家哪一天会放弃你，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讲法真正是吼唔对啦吼，所以这个 Kelly Craft 嘛是正式吼，讲这个环球时报，你就是咧黑白讲啦吼。咱上尾搁请教林教授，安怎看 Kelly Craft 这个讲话咧？伊今仔日会知啊，伊这个透過這個視訊，我本身阮都有看到，OK，伊真感動啊，真感動啊，對台灣真正是有這個心啦，伊就講到這個環球時報的社論，完全都是來提醒台灣，來表示美國對台灣。一寡的承諾，尤其是這個台灣關係法，伊特別有講到吼，所以台灣我咧想就是講吼，有人安尼比喻啊吼，但是咱阮愛知影，就是講咱家己本身愛堅強起來，有堅強，安尼美國還是其他的國家，一定
会来搬转台湾。阿富汗无这种条件。OK。阿富汗是一个恐怖主义。所在过去这20档，足多国家的建设，唔是工作好，但是台湾本身已经变做一个国际社会一个做好一个国家的模范。所以对待台湾绝对无像对待阿富汗同款。对美国来讲，因为有一寡政策，原来就无同款。是，我想讲这几冬以来，美国对台湾确实有影，就是讲中国所无爱看到的，伊拢一项。真出来啦，对，有影啦，所以咱看到讲这回这代志真正，搁互咱一赞的这个思考啦。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美食馆，咱再会，多谢，感谢。